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讲好朋友都爱定定联络朋友伴，安尼感情才袂散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乐联络的乐，读乐第八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乐，就是也未洗过的糜，粗丝或者是面条，卖当讲是扫啊，或者是网啊。做动词，比如做人甲人，亲像扫啊共款，互相关心，互相咧联络有对方的消息，咱讲就是联络。另外一个音读做乐，共款是第八条，咱像讲是考乐扫，这是一款用来拔回粗扫啊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咧，是手机的意思，咱讲手咧，嘛有人讲手话。另外，甲骨头相接的筋肉，有人讲是筋咧，啊那拉筋咧意思就是掠人的唔对，甲人掠包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考乐，这是一款古早白话扫啊，或做考乐扫。落尾考乐意思就是搬运工人，卖当比如做下骹手人，意思挖进居里。第二个词读做手咧，咱头前讲到意思就是手机，嘛有人讲手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这个港口真热闹，有真侪产品进出货，济考乐伫遮搬货，也毋过慢慢摆市去，落尾规个荒废，到即马规划做公园，种一寡树啊，树咧发甲真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乐，联络的乐，另外一个音读做乐，也有一个音读做咧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